声上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比过五关变奖金上最35000块，互你砸上去哦。 5000块，加你5000块加真济哦嘿嘿嘿，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来宾。好来来来哦，阮这边先的，阮姐来呀。哎呦，我的秀慧姐啊！欢迎来，队长，讲一个，介绍一下队员者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队员的吼。啊，阮爱对付无？哦，先甲对一个好啦。对付啦吼。气势气势，可因看。甲你笑笑。不要恁起笑起笑。来者不善哦。大力电视台的总经理刘家龙江哥。大哥你好，大哥你好。大力电视台拔啦。嘿。我们的大力电视台执行董事长卢董。当然好啦。大力电视台我们的副总阿顺。哦，是啦，是，欢迎。好，来，我哋这边。是，这边嘛真厉害哦。嘿，这边是甲恁笑笑，嘿笑笑啊，阮这边就较笑着啊。哦啊，阮这边是冠军 BBB， 欢迎阮的毕哥。冠军 BBB 一定摕奖金。好啦，安尼为这好，来介开始介绍啦。绍你。大家好，我叫伊旺，伊旺我住3年波，是我做电商的。好啊，伊放边啊咧。大家好，我姓王，叫我阿文好啊。阿文阿呢？一线阿文嘛吼。是啊。我做网络的，我平常时拢看伊的大力电视台。我叫阿喜啊，阿喜啊对阿喜啊。好，来，搁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林啊，我叫戏哥，同款咧中广年收。哦，真好。哦，有什么代志，即摆有什么工作，咱就好好做，对啦，就上快乐啊，平安健康安尼就好啊。上重要咱咧，嘿嘿。啊，但咱家就上重要就是爱摕奖金嘛。摕奖金好台语。摕奖金进前，咱就爱介绍咱的国文老师。是。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今天的国文老师王旭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而且啦，学讲台语啊，就像咱秀荣老师哈尔啊水啦。是，好，若要摕奖金，咱就紧来去哦。来比赛哦。来去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嘿，是要哪摇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2队啊派出一个人看题目了，伊用讲的用搬，用迄个就是要尽量莫讲到你，互伊的队员来要讲答案是啥物。2分钟的时间。要愈侪题，迄队就赢。哦，第三摕到5000块是愈侪题啦，哦，嘿愈侪题就通啊先摕到5000块，嘿啊当然嘛是先甲5000块摕啊，再搁讲，好无？加油哦啊，毋过即摆2边拢连分，啊，阮来派代表，就是来甲你阮赢一个吼好，人看啥人先来摇，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啊哈！比过来了解，咱女明先，好，来，比过来，好，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哦，好，请开始。 2个你，我人无爽快，爱去看医生是为什么？我起了，嘿，好，进卡，来过来，一题2个你，2个你，嘿，去庙里拜拜，我都爱弄性命的，哦，进卡，过来，来，第3题，3个你，我去，咱拢会讲安啦，我去什么？去倒位，嘿，我要去，我去买物件，结果人，下一题。放弃，来， 2个你，学生囡仔转来，爱先甲什么物件做好，再咱佚佗。嘿，好来6个你，他多迄唔是功课哦，人讲哦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嘿嘿嘿嘿，啊，第1名讲6个你，好去，过来， 2个你，噔，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进卡， 6个你，
阿嬷叫我吼做人爱脚踏实地，嘿，6个字6个字， ，7了7了，人咧讲，什么？ 哪个你？嘿，看到是对。三八会，三八会，嘿，第一个字，哎， 3、2。一点一，哎，是啊，你哪有看就吃？花边啊有啥物？一步一卡印，不是，花边啊有啥物？花边有什么？嘿，差嘛了，一支草一点来吃啊吃啊吃啊！好来， 2个字， 2个字，人讲做生意，会人卡烂。弹跳，哦，进2个字，时间到啊！我来个啊，时间到啊。 3、2、1，我听到啊。是嘿，哇，不要紧，嘛真侪题呢。真侪题哦来，请坐，请但是坐。有一题吼，是不是正确的，但是因，嗨，我紧等下请老师对，解释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因着几题吼。因着几题即马正在统计嘿，爱甲嘟嘟啊迄题扣掉扣掉嗯，嘿，是。好来，咱看因几题。咱即马正确的是6题哦，嘿。 5题啦，爱甲伊扣掉啦。哦嘿5题要扣一题迄题是功课。诶，工课，迄是工课，嘿毋是功课。嘿，啊，咱来问老师者哦，吼。5题是来老师。好，咱这2字吼，其实咱字拢是形、音、佮义的无共吼。啊，这个形内底其实工课甲功课，2字无共。迄个工课是做工嘛，吼，啊，若功课是爱足用功去写，所以就无共。啊，伊的音内底就是工课是大人咧做的，啊，功课是囡仔爱去做的，啊，意义嘛无共，吼，一个就是工课，咱爱认真去拍拼做，啊，毋过即个功课就是爱认真写，吼，所以形音义咧学台语的时拢爱做伙注意。好，就开始哦。准备2来，分钟哦你。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第一题，足忝的时阵会去用。哦，第二题，咱透早起的时阵会食一种物件内底有包养食过的，两字，两字，内底是米做的。你说饭碗，好，正确。第三题，是咱足侪代志久来就拢会晓啊。是惯性主人，作弊，哦，正确。第四题，中秋节来。哦，正确。第五题，咱拢食共款的物件，但是人拢无共款。一项是包有人，有米有米包有人。对，第六题，咱若要去钓鱼啊，拢会去土里挖啥物物件做钓鱼。好，正确。哎，第七题，上不正则下歪，台语十二，上不正则下歪的台语。哦，咱讲说，细汉偷弯布，大汉偷牵牛。哎呦，第几题？无要紧。啉甲啉袂落的时阵会俩头啊！哦，厉害。小伙子，三字，小伙子去百货公司拢会，咱要过斑马线拢会。过斑马线拢会安怎？嘿嘿，你去百货公司，你去百货公司拢会安怎？刷卡，唔是，三字，啊，老公你安怎？老公啊，刷卡用安怎？三字，一种动物园内底一种斑马线。哦，对对，第五字，咱若常常讲学落，会趁大钱，五字或者放弃。哦，怕输嘿，过来。咱会烘一种物件，啊会了真好食。番麦，唔是，真好食，迄个。三字，一种海底的物件。海底的物件，小羹，小哥的朋友，泡妞，唔是小哥，三字，会了做。你要做跳鱿鱼是鱿鱼。啊，还有无？啊，时间到啊！哎，食畅销的讲讲，还有无？无啊，请坐。哦，老邓真厉害诶！哎，我感觉这个吼，这个会这哈单完嘿，一定爱安那，你知道？心就是唔好讲伤济，重点讲下去，比下去，安尼就对小啊。演一下呢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咱看一下分数吼，来，因几题？甲你笑答到10题。好，咱来问一下咱老师，来，老师，
啊，摊多有一个就是讲惯习性自然迄个所在，一般恁摊多先要习惯嘛，吼。啊，其实咱台语有反序，迄个就是讲倒兵数，哈，像咱的台风，华语的台风，咱来讲风台；华语的尺寸，咱来讲寸尺。所以习惯咱来讲惯习，嘿，这是台语真趣味的所在。是，咱先看咱甲你笑笑，甲你笑笑答到10题。嘿，啊来咱哔哔哔，第5题嘛袂歹，袂歹，所以讲咱赢会当着着，即马只着5000咯。不要紧，咱搁继续甲拼落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日第2回合，手答定高机。手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一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高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嘿，咱即摆要请上来讲咧。咱要请咱上厉害的迄个Kevin。Kevin 来讲，好来，咱看 Kevin 要出什么题啊？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你啊，我是对巴西来 Kevin。今日我来到台中的新社，啊，这个所在呢叫啥名呢？来，我来看卖哦。这个所在叫做薰衣草森林，到底为什么叫做薰衣草森林呢？啊，就是吼，因为伊只对每年的11月到4月的这当中吼，因都是专门咧种薰衣草，哇，一大片的薰衣草呢，是够够水的呢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安尼我要来买门票来入去这个薰衣草森林哈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迄个一张门票要偌济钱？1张150哦，我看卖哦。足期待呢。哦，所以恁的门票就是一个银角啊。哦，你来看卖。这嘛还有迄个薰衣草的道理内底呢。啊，我知影要出啥物题目啊？你敢知影门票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要安怎讲？好，咱来问看卖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来，请问门票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门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门票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请手答。来，门票，门票，确定。门票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门票？到底哪一队会先抢到第2回合1万块的门票呢？来，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哪个来？门票，门票，确定。门票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门票？对，简单甲惊着着。这代表讲咱嘛是爱拍拉轮啊，真正。好，来有分数。恭喜咱甲你笑笑得了1分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一下。等下来，等下，咱听老师解释一下。门票就是要过迄个门，啊，你爱甲迄个曲谱摕出来互因用，吼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可能迄个票，咱买当用一句迄个外来语讲曲谱，还是直接就讲门票，安尼就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不要紧，咱个加油。加油加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2个哦。加油哦！加油者，吼，咱个加油，咱嘛一定要加油。好，手搁在2个点面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会当去哦。好，好来 ，Kevin， 请出题。哇，这敢若规个身官的拢清气啊！这就是加薰衣草森林的净身仪式。有啥物叫做净身仪式呢？因为古罗马人因为就是讲，你若用这个薰衣草水洗身躯，你会带来好运，歹物啊拢赶走，安尼啦。好，我知影要来出什么题目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薰衣草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问一下，薰衣草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是啊，普通时啊，咱拢讲是迄落花语嘛，薰衣草嘛，吼，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来，咱请就答。好来，那叫欢嘛，叫宜欢啦，是
薰衣草啦。薰衣草，哎，听起来敢若不歹歹这是哦。外来物件吼，这个你若要集团有当时啊嘛是对无？是有当时啊，就是外来物件，就是安尼有翻地款就好就对哦对啊。吼，你讲薰衣草，系啊系啊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薰衣草？对，有够巧。又受到外来啦，好来分数。恭喜咱得到第2分哦！来，咱来听老师讲，啥啦叫做薰衣草？好，当然伊这是外来名，是啊，毋过咱阁有一个名叫做香叶草，就是迄个香有当时啊，咱华语看起来那像芳芳，啊，毋过咱若华语要写芳的是爱写芬芳的芳。哦，好，啊嘛是共款啦。薰衣草较简单啦，看会到就读会出来。直接反过来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嘿，啊，毋过这边嘛是爱互你机会者，你若讲你会讲啥货？薰油草，薰药草，薰药，薰药你甲草啊有薰药就对啦，有薰约。哎，嘛对，每人讲的吼，拢无共款，毋过嘛是真好听薰药草嘛袂歹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恭喜你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这个两个点名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当起哦。好，好来，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，你来到薰衣草森林吼，你会看到几啊种的纪念品，啊嘛有吼几啊种的这个茶壳啦吼，哦啊有这个丝瓜皂，你看吼，这就是护手霜啊，你好。哎嗨。你会当甲我介绍一下这个护手霜啊有啥物种味的？我们有薰衣草跟我们的玫瑰，那目前这2个是我们最热销的2个味系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我知影，我来要一个护手霜去互美秀姐啦。安尼我来敬吼这个这个薰衣草好啦，吼。啊，你敢知影护手霜的台语要安怎讲？我唔知呢。不要紧，嘿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问护手霜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请问护手霜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呢？嘿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机会哦，来，今日本呢？护手霜。护手霜啊，照离番就对啦。因为阮阿文拢有咧用护手霜啦，护手霜拢做酸的。我看卖有啊酸啦哦。确定哦。护手霜袂歹，伊手袂歹呢。哦，真正较油哦。较油较油。对对，安尼你好命啦。嘿啦。护手霜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护手霜？对，正确。恭喜，来分数。咱这边得了1分哦。好，咱来问老师是不是真正就按直接甲翻就好啊？对啊。来，老师。好，是直接翻吼，啊，毋过另外你阁会当讲做护手膏，因为伊就是 cream 迄款迄个型，阁有就是手膏嘛会使，啊，然后迄当阵有当时啊，拢会讲啊，迄抹手的，摕来抹的，讲抹手的嘛会使。老师，请教一下吼，嘿，嘿，护手霜的台语不是霜吗？那是霜嘞。好，啊，毋过优秀酸的。安尼哦。哦，老师，咱教育部咧收的时候，迄教授拢讨论过啊。对啊，而且吼，老师真可怜嘛，是爱听因的啊。哎，真正要恭喜你呢！恭喜阿文啊！原来就是安尼讲啦吼。好，来，咱分数看吼。嘿，分数看。不要紧，咱阁有哦。第4题哦。阁有2个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这2位的名拢足高水的，真好，真顺，有够顺。啊，这个叫做阿喜啊，足欢喜。好，来 Kevin 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，这有一大片的花海呢，啊，还有一个哈，你看嘛，1、2、3、4、5个风车，哦，这个风车嘛是真高水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知影要来出什么题目了哦，请问风车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。风车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阿姨阿姨，你上班啦，阿姨啊来。风吹。风吹。对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。风吹。老师是不是风吹？还是唔对。你天顶飞迄叫做风吹，敢不是？嘿，吹。嘿，来，不要紧，机会来啊咯。青春。顺利。哦，叫做风车。风车。风车，哎，嘛是叫唤呐。对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风车？风车会当算一点。哦，袂歹哦。安尼啦。
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咱这边搁加1分，即马3分咯。好，来不要紧，唔通硬气，唔通硬气，嘿，咱各有一个机会，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解释一下。伊虽然是直翻啦，啊，毋过一般咱就是讲风车，有当时即马现代机会当用，啊无以前拢是咧吸水，也是讲发电，也是咧去了磨迄个米个麦啊安尼。啊，咱正确像这公园这囡仔咧耍的，也是看水的，咱一般来讲拢是讲风吹链，所以拄则足无菜减一字，啊，佮会当叫伊叫做风吹链啦，也是讲风歌。安尼拢会使，嘿，啊咧耍的，也是囡仔举咧拍迄个婚礼慢动作迄款的，迄嘛是叫做风吹链，较设计的嘿，还是用本来嘛使。所以风车、风吹链，链就是圆形的意思啊，吼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不要紧，机会咱搁有啦，大家咱即马嘛知影嘛，以后咱就教囡仔讲这叫做风吹链，吼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拄啊，你叫姊啊，叫做阿布啊，阿布，叫我阿布嘛。有。你也讲杨有才死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这该做的咱是谁该做，我知啦。哦，但是我嘛袂当让啦。嘿，安尼就水，来咱遮就是爱公平、公开，咱一定爱公正。但是要赢阿布啊嘛无遐简单。无唔对，那咱也知就尽量讲，讲了唔对嘛，不要紧啊，对无？咱大家当时合适嘛。好，来第5题啊。加油哦！哦，这若是摕到就是哦，奖金我这1万哦，慢慢打起哦。好，来 Kevin 啊，咱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，这都是即马吼最近台湾最红的呢，这都是吼红酒炖牛肉。Cheers。哇，这吼，这토마토汁吼，就入味呢。啊，这肉吼嘛是就嫩的哦，真正是有够赞的哦，无怪遐尼啊香。啊，我知要做啥物题目啊？来，请问红酒炖牛肉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，请问红酒炖牛肉的台语安怎讲？系红酒炖牛肉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哦，来啊，菜鸟派去啊！哎，我看到你迄落啊，你有小听者，你大4摆拢答对。红酒炖牛肉。哦，红酒炖牛肉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叫做红酒炖牛肉？我那举这句我足惊互伊读。阿母啊，你哦，安尼吼牛架嘛，牛架车面这不是我这红酒炖牛肉啊嘛？不是吗？哦，所以讲来，你的机会哦，是你做队长袂使闹开哦，比个。红酒卤牛肉。哎呦，哦，袂歹哦。哦，确定。哦。红酒卤牛肉。是好，老师是不是红酒卤牛肉？会使。恭喜哦，得到1分哦，今嘛有2分啊。这应该是有伊的道理。对。嘿，无条就炖，袂当安尼炖，袂当讲一个食。嘿，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一下。好，因为咱知影小慧小姐伊的台语足好的吼。因为大家拢误会是炖啦，啊，毋过一般咱煮菜的迄款方法有足侪款，你炖是有砍挂，啊，一般就是砍，啊，一直砍足久，砍到色啊，较褪起来。啊，毋过这款的煮法应该是就是伫遐卤，啊，伫遐炖。好，咱是念做炖，啊，另外你个会自己的难唔对的，就是煨，迄个煨就是讲，佮慢慢啊煮，像迄煨糜安尼，佮一直互滚甲足烂足烂，啊，咱这个炖牛肉是炖甲熟就好啊，啊，所以你炖是爱看挂熟啊，才会当掀开，啊，这是一直掀一直看，啊，这是一直已经熟啊，佮互伊一直煨甲烂去，啊，所以伊卤甲炖是较
接近，所以会当互伊着。煮的方法来念这个念字安那念就对啊。但是伊的动词就有伊的意思诶。是，然后阿母安尼会当啊。好啦，好啦，我刚才马紧，好你食。好，上好是甲讲炖啦，炖啦，因为是新的词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安尼吼，母啊，你嘛是。好咯啊，帮助着阮嘿。我那边哦，就迄个德顺插巴。好来咱请回，咱来看一下分数哈，来看咱这个，甲你笑笑。甲你笑笑之后啊，得到3分咯。嘿，啊来咱这边哔得到2分。所以讲咱的笑笑的奖金是，今嘛得到1万。无1万个拄啊的，个他去咯，就是15000咯。15000啊！加油！好，咱搁继续加油落去哦。今日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我感觉这音乐真好，是叫你团结，就是要叫你拼，叫你冲。要斗阵拼输赢。不过咱这个回合吼，是同齐拼输赢无唔对，不过风险嘛是真大咧。对啊。咱若同齐拢共款，哇，啊一个拢去了，啊就全部拢无去。系啊。所以讲哦，咱来先问者2队的队长，因有啥物想法，有啥物计划无？来。我感觉阮这队内底吼上计巧的，你看就知影，头壳上大了迄个伊嘛。哦哟，伊上巧啦。加赢哥哥，加赢。我感觉分配啦。阮2个一国啦，安尼3个一国，安尼，吼，较袂全军覆没咧。对啦，咱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袂当互你全部的人拢。对啊，你若家两拢放在一个人啊内底，嘿啦，对，100%，100%。较安那嘛，一定爱留一个，一定爱留一个挂口，迄个就是咱的奖金，吼，当下摕到迄个人。啊，若这边讲了，敢若真有道理哦。啊，若这边咱就伊足团结的，伊拢会又共款。无，阮原本其实是甲即个老党的讲的意思，阮来团结，就是买落做一届。车拼对啊。啊，毋过吼，阮要讨论嘛。等一下，我看时间较短啦。阿姊，我看到伊的计划啊。好，你的计划。伊的计划伫遮。好。我爱美秀。这个狗腿啦，这个狗腿啦。你即摆先来一个哦，袂歹哦。哎，你这领衫袂歹咧，真正。你若要爱上，你就写什么话咧？是。因为原本顶块是写我爱老婆啦。啊，老婆今晚无爱我嘛，我就甲打开。换袂少济啦。安尼嘛是有道理啦。对啦。好，来哦，我要出题啊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那讲人八丁吼是讲人什么意思？你敢知 ？A. 大富大贵 ，B. 食汉药当做食补 ，C. 烟花唔知歹。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请算哦。确定吗？八丁的意思是大富大贵哦，吼是 A 哦，吼啊 B 是食汉药当做食补，吼汉药食来食就补嘛，补品。啊那 C 就咱烟花唔知歹，是来哦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起。好，来听哦。哦，这个咱是选团结的哦。哦，选团结的遐。拄啊，你有甲恁后生讲这啥无？无呢。无咧吼，啊，你有看到恁母啊，甲你目睭安尼？理解。无吼。拢无。哦，做团结的，但是可能会。啊啦，总是，你讲一题总去啊。这题若是拢全军覆灭，安尼咱就来转啊，就对啦。麻烦这所单位15000块，讲全落，因为15000吼。哎，不过哦，这嘛是真正有经验啦，因为阮的问题叫做八丁，八丁是啥？大家嘛唔知。吼，因为八丁的经验。汉药内底是全甲八丁嘛。嘿嘛，伊嘛是汉药内面的一个药。但是吼，我感觉是全减2字，这是八丁的。对啊。哦，是不是安尼？我唔知影，咱来看一个答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东西啊！人的八丁嘛，人的八丁。中华啦！
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，大家好吼，迄个因为咱汉药一般来讲有四物啦，就是当归啊、川芎、白术佮熟地，啊八丁就是佮加四味，包括人参啦、白术啦、茯苓佮甘草，啊佮加两味，就是青桔佮肉桂，安尼是十全大补汤、补气佮补血。啊拄则咱小小这队就讲，十全欠两味，所以就是八丁。啊一般来讲，大红花佮圆仔花，伊伫咱的花草内底是足水的，哦啊圆仔花较细蕊，啊大红花较大蕊，啊毋过因就是拢用较轻肉，是迄款色去吸引人。啊其实因为较草真，吼像迄圆仔花，咱路边草就有，啊大红花迄蔷薇啊拢有，吼咱做者花布咧做面罩皮迄拢有，所以因就是伤过普遍啦，啊就无值得珍惜，啊你搁家己讲甲家己偌水的安尼，啊所以就是圆仔花唔知歹。大红花白唔知，其实拢是唔知，啊，就是戆戆花3838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意思就是讲用花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。对啦，3838戆戆。袂歹，拢真团结。两顶五个拢留落来。啊，后一题敢卖团结我都唔知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天气吼有时阵会落雨北，啊，请问这是咧讲什么款的天气？你敢知 ？A. 落西北雨。B 落查某雨 ，C 落沙巴雨。哦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落雨北是什么意思哈？落雨北。是落西北雨 A， 还是 B 落查某雨？是，还是 C 落沙巴雨？沙巴雨啦，哦，伊这雨分真侪种哦。对啊。对。10秒要到哦。来哦。毛鱼干嘛洗5、4、3，分散。敢会是西北雨咧？请起打。来，请起。哦，来哦。无共款哦。有 CC、BC 哦。哦，来 BBCCA 哦。这边有 A， 这边无 A 哦。哦，不过咯，咱先来问一个 A。你啥哪试 A？ 你试了唔对哦。我因为大家拢无试，我就试落啊。哦，所以讲你会感觉是落西北雨。有可能。啊，是你只是为了要买保险，甲人无共款。我都要买无共款的，对啊。哦。反正这题我若对，我就赢。哦。有呢。无唔对。不过我想要知影是，伊是西北雨，意思是落雨北，是意思是啥？意思是啥？原本是想讲，我咧想讲，迄落雨北是感觉咱白安尼就。类似毛雨啦，哦，安尼白安尼，哦，类似啊，即摆若是落较大就是，就那西北就沙，一个就沙，一片白蒙蒙安尼。B B 咧 ，B B 你啥来算 B？ 其实阮拄有咧研究吼，就是这落雨白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当然阿喜啊，伊讲就是看起来迄天安尼共款白迄落乌阴天，规个变乌的意思。共款有日头啊，搁咧落雨。嘿，啊，我咧想讲啊，查某雨应该就是。你讲迄个西北雨，啊，搁另外4迄个是沙巴雨，然后它应该搁较细，哦，就是袂讲规个落落，还是迄蒙蒙的迄个雨。哦，大家拢知影西北雨尔对无？应该是沙巴雨意思。沙巴雨。一阵一阵这样。唔是，咱落雨是雨有大阵细阵。对啊。啊，有咧要落哪唔落迄种啊，规个这天。规个这白，但伊唔是雾哦，伊是比雾搁较大颗粒的，啊落足细落足绵的迄种的，沙巴雨。这种雨依然应该真多，依然应该真多。嘿，迄有当时搁有啊有风，对哦，迄就会较腼腆啦吼。啊，毋过吼，遮咱拢洗啊，啊比，啊就当然为着留活口啦，因为买一个保险啦，啊，共款保险，买一个保险。是因为西北雨一般拢是乌阴天嘛，对啊，是，两边的计划我唔知打一个是较成功的。共款买保险，一个买 A， 一个买 B。咱今麦来看正确的答案嘛，吼。好，来正确的答案是。买保险的。嘿，咱今嘛是甲谢谢再见哈，先跳滚一个啦哈。嘿，阿你咱
咱的机会就失去啊！剩一个。来，咱这边嘛是，哦，米的搁两个哦。嘿，米的搁两个哦，啊，咱这边一个尔哦，吼，有标。对，咱来问老师，到底是什么画面？这雨甲咱害干呢？好，来老师，咱这个落雨白吼，其实因为白一般来讲是天较光嘛，啊，所以一个落雨，啊，一个天它个白白个。迄个有看到日头安尼，所以就是讲有当时落雨，有当时出日安尼。啊，这款雨咱就是风台进前咧落的雨。啊，毋过除了这个较文雅的音以外，伊阁有一个名叫做落查某雨，就是查某雨，啊，就是华语的太阳雨。吼，啊，现在讲查某雨，伊就感觉伊查某人心情拢无稳定，一个就悲伤落雨，一个搁出日头伫遐笑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伊就是安尼，啊，毋过伊是风台进前落的，啊，若风台以后落的迄叫做风台雨，唔好分唔对，啊，谈到即个西北雨，咱是午后雷阵雨，就是 shower。就是西北雨落袂过田土，所以一阵啊尔，啊搁地区性是。然后迄个湿啊雨，就是蒙蒙啊雨，啊就是雨秋的意思。伊就是蒙蒙啊雨，落久土嘛会淡，叫大家爱较拍拼安尼。所以是落查某雨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原来安尼来形容咱查某人，啊，到底是该欢喜，还是该生气安怎啦嘛？唔知。总是比查甫较公平啦，就无讲落查甫雨嘛。安尼嘛好啦，对啦。嘿，上无咱查某人形容嘛是水啦，对啦，吼，代表性。来，咱这边够好你家在，一个外口，这两个外口，两个外口。好，来，咱后一题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款的动物是咱台湾特有种哦？敢若台湾才有尔 ？A. 乌龟鱼 ，B. 乌面腊杯 ，C. 台湾乌鸇。生五甲生鸡炸转来啊！乌面腊杯就是黑面琵鹭啊。哦，对，候鸟啊，所以春鸟写台湾迄个啊。啊，无你知影啥物是乌面腊杯？我看无，我是买一只保险。台湾特有种乌龟鱼、乌面腊杯，也是台湾乌鸇，你敢知影？是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。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是咱台湾较有的哦。特有种哦。特有的哦。吼，是虾米货的乌龟鱼，啊是腊杯。乌面腊杯。嘿，也是台湾的乌鸇。是，来哦。10秒的时间尔。人家试哦。来，你感觉你是啥？好，时间差不多。好，时间到啊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来。咱来看一个哦，吼，这边是 C。是啊，因为台湾较有啊，伊就甲你写台湾啊。对啊。哦。对啊。哦。你台湾已经写伫遐泄题啊。对啊。无定着，唔是安尼，因为是就是嘿啊。啊，咱讲者就是怪事啊，就是台湾拢可以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应该是啦。应该袂有怪吧？是南洋鸡啦嘛，迄是南洋来的嘛。生五甲生鸡炸转来啊，啊，国外有啊。啊，米看无，迄米啥都唔知。乌面腊杯就是黑面琵鹭啊。哦，对，候鸟啊。哦。所以春鸟写台湾的啊。就巧的啦。啊，我来看这边有巧无吼？来，咱的哦，是安那 ，BB， 你嘛是 C。我嘛是感觉台湾乌熊就是已经乌鸇，就是已经台湾特有种。啊，而且前一阵啊新闻嘛有出来讲，这个有发现咱这个乌鸇。这个影片哦，我看到，看到乌鸇，嘿啊，因为我会爱去爬山嘛，爱去爬山的时候，嘛知影讲，我来看到乌鸇，咱爱安怎去面？爱比，还是安怎闪安尼？嘿，啊，其实哦，伊嘛足惊人啊，咱个发有声音出来。卖去甲人啦，嘿，互伊家己自由行啦，咱卖去甲人牵石头啊啥拢卖，拢卖，千万唔通，爱个保护。你感觉这是咱台湾特有的？吼，啊那腊杯呢？腊杯，嘿，你迄落啊，乌面腊杯。我看无，我是买一只保险。无去保险啦，大家拢学巧啊。你来讲一啥叫乌面腊杯？就是像迄面乌啊，猪肚都爱先啉6杯啦。这不是健康的啦，乌面腊杯是一种胶啊，对。邓杰老师的解说。是哈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拢有啊，我要看一下。正确的答案是
咱就先休困一下哦。来，甲比试掉。嘿，谢谢。咱来听老师安那解释。好，真正足巧看到台湾就是 Formosa Bell， 就是台湾乌鱼有 Nike 的迄款。这个乌龟鱼吼，伊是咱台湾人姓吴，佮姓龟，去南洋遐甲引入来，所以叫做南洋鸡啦，还是南洋台啊，吼，所以是南洋来的。然后乌面腊杯，咱候鸟的台语叫做斗叫，因为迄个马来西亚啦，吼北边遐飞来咱遮渡过冬天，叫做斗叫哈。伊是安那叫做乌面腊杯，因为伊的喙杯，吼长长。毋过伊就是迄面皮鹭嘛，是因为迄形那像鱼白形。毋过咱台语讲腊杯，是因为伊拢伫咧水里安尼拉，去找鱼食，吼。这就是伊无共的所在。咱台湾的动物爱来保护，佮有其他足侪特有种，吼，大家会当去甲囡仔教，还是去找看卖遐安尼。好，来，即马拢剩一条命哦，一条命算是平啊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即马试掉。试后一题，好来。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嘉义的火鸡肉饭同人知，恁敢知影火鸡是安怎来 ？A. 伊是阿里山特有的品种 ；B. 伊是荷兰人牧役的时阵炸来 ；C. 伊是二战结束的时阵美军炸来。是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会当讨论哦。来开始哦。来，今日甲加油者。决定性2万块。加油者。哎呦，一直看到我爱你秀咧，今仔这个啊！还佫奶，伊甲变过来变66啊！按照我的生日啦，66。有当咱就吃哦，时间到哦。哦，来，即马无共款哦，无共款哦，这嘛是关键哦。一个是 C， 一个是 B。吼，不过到底是啥，我都唔知影。你啥哪会选 C？ 你啥哪会感觉讲是二战的结束的是？本来想讲是荷兰人来。做早就炸啦，但是我感觉应该遐早无鸡肉饭啦，应该是来台湾美军的时阵哦，习惯食感恩节嘛，基督教感恩节嘛，然后就火鸡，应该是这样比较有可能啦。因跟咱共款，因跟咱无共款，咱是食鸡，因是食火鸡，伊的意思是安尼，是哦，目听嘛真有道理咧吼。好啦，那比过咧。因为我拄听阮一个在地嘉义人讲吼，嘉义人多谢，咱阿玲，哦，咱保险嘛，保险嘛林，保险林，伊讲吼，伊去食鸡肉饭的时阵，有看到荷兰人，荷兰人，要卖迄个火鸡，互迄个卖火鸡肉饭的头家。你有听到因讲介绍无？安那卖无？一斤差不多300吧。伊讲伊有听过伊的时代啦，有讲过讲鸡肉饭就是荷兰人引进来。哦，做无嘢安尼送过来，意思是安尼哦。伊是有捌听过哦。哦，你捌听过？你是感觉你家己的经验安尼想安尼？较早无冰箱，免哪送礼拜。而且火鸡足大只呢。一定爱吃啊，应该是掠登来吃啦。哦，掠登来吃的。来是咱买过来啊。所以讲，人因这边有听到因那落啊，底下有努力讲咩？看到金小姐嘛。哦，是正确的答案是。啊，我唔敢看。是啦，嘿，恭喜！哎呦 ，BB， 咱就再会咯。麻烦甲我试一下失败嘿，咱就再会咯。啊，恭喜！不要紧，咱听老师先解释哈。来，老师，咱二战结束了，因为台湾阁有需要迄个美军因伫遮来斗3工啦吼，所以咱家己迄个所在有一个水窟头，就是水上乡，遐有一个机场，所以其实美军来遐机会足济吼。另外就是讲，应该引入来，因为真正有迄个 Thanksgiving， 就是感恩节安尼吼。了后因即个 Turkey， 因就感觉讲，咱台湾人感觉肉真济啊，因为咱平常是要食猪肉啦，还是要食鸡肉吼，拢足无简单的，还佫足贵的。迄一只差不多当煮3、4只，因为细汉阮阿姨因兜嘛有饲安尼吼，所以即个介绍佫加，然后佫有肉，嘿，佫好饲安尼吼，所以就迄当阵。
家己遐人就讲，安尼咱卤肉饭莫用猪肉，咱来用鸡吧，嘿对，用火鸡肉，啊无迄伤过伤本啊，啊想袂到愈做愈好食呢，所以变做家己迄个地区的特产。较想影家己的迄落火鸡肉饭真好食。因为迄个有一条歌叫河道总破西啊，河道总破西，啊内底伊就唱了一句海洋料理迄个美国来的火鸡。哦，原来是外来的啦，美国来的火鸡啦。加听古早的老曲盘有效。有影，咱这边少年的，咱来加合适一下。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，看咱小小这边呢。小小这边即马搁剩一个，所以即马有得到咱这关的2万加起来的3万5啦。3万5。嘿。好，啊，来咱这边这边，不要紧，咱休困一下。嘿啦，休困一下。看因通啊，甲3万5提倒转去无？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今日咱的提奖金游台湾。提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提奖金游台湾，咱要去倒位游台湾呢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会用节目单位会出2个相片，啊，你来讲出这2个相片到底是倒一个县市，倒一个乡镇。哦，所以讲出4个字还是5个字，看迄个所在。会当提示哦。拢会当，拢会当，知影发较大声。所以讲，咱这是用秒来算，对。咱即马有几？奖金偌济？3万5。3万5，所以就是35秒。哦，35秒。啊，但是无啥够啦，吼，伊开始算35秒算来，你就扣秒数啊。所以阮搁加送你30秒。哦，35秒啊！对。好，啊，尽量讲，看落紧讲，看落紧讲。1秒换1000哦。 1000，来，首位只第一位哦。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日出甲本期哦，便当这倒位无地位要了钱咯，35000块的奖金会当提走偌济咧？首位只第一位哦。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日出甲本期哦，便当这倒位？嘉义啊，正确，来。咱韩市包甲指南宫咧倒位？哦，正确。咱即摆这芳仔泡甲薏米咧倒位？台南盐水。哦，正确。啊，咱林大花园甲亚蛋城咧倒位？新北市邦桥。哦，正确。来，咱这拿当唱水味甲焦力温泉咧倒位？来当绿岛。哦，正确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5题尔。秒数剩偌济？嘿。啊，佫剩40几秒呢。 40几秒呢？哦哟。哦。安尼意思是会当摕4万2哦。这等下再讲讲。嘿，啊，我呢先请老师来给咱解释本基鹅的便当，哈，啊，咱啥叫做本基鹅？因为迄个鹅就是立落的所在，唔是真正有鹅，哈，就是讲一个较立的所在，啊，伊会形成本基安尼，哈，所以叫本基鹅。啊，佮迄个调制温泉是咱绿岛，恁连绿岛迄个绿岛连岛，哈，所以真赞，哈。啊，佮来迄个调制是因为伊遐伫东边嘛，吼，咱台湾的东边的海岛，所以伊大概看出去拢是朝向日出的所在，所以叫做朝日温泉。刷了就是讲迄个韩之宝指南宫遐，大家拢知影。毋过我要拍一个广告者，伊即个字是迄个桥仔色迄个字，啊，咱即个。台北市就是木沙，咱鸟空遐嘛是有一个指南宫，迄就是李洞宾先公主，吼啊，毋过人讲传说啊，咧谈恋爱的男女是较莫去遐，啊，毋过其实咱也有拜有保庇，啊，最后迄个薏米啊，芳仔泡是咸水，啊，咱的薏米其实伊内底就是淋一罐卵啦、鸭卵啊，互伊食起来香香、咕溜咕溜安尼，吼，真正是足好食。咱台湾是宝岛，拿迄个好食，佮好佚佗，安尼吼。家庭爱带囡仔出去。嘿，谢谢老师，碰对啦。咱嘛要替迄个观光局吼来做一下宣传啦。咱拄啊讲咱剩几秒，咱即马剩42秒。42秒表示讲因真熬，咱甲拍无啊。
啊，不过来哦，唔是4万2，是啦咧，因为内底是表示阮送恁的。对啊，因为阮嘟嘟啊开场的时阵，唔是讲上济3万5，你查得去？你嘛足搞的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上悬的哦，嘿，咱落甲搭来是上悬的啊，嘿，甲你恭喜，恁的奖金是3万5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，来，恭喜！好，啊嘛爱互咱宣传一下。是，好，咱要宣传的时候，咱要宣传时，咱大家嘟嘟啊吼，有一个，咱毋过因嘟嘟啊无无算着，不要紧，欢迎恁个报名来，对，叫做4字倒一字，嘿，啊，什么话叫做4字倒一字？所以讲啊，我甲你讲不要紧，恁若把拍开阮的。专家有智慧的 app， 你甲阮 download落来，伊内底迄个游戏哦，都4字倒1字。哦，譬如讲，网络的游戏就对啦。对，啊，阮节目内底嘛会播，所以你会使咧顶悬开始算学台语字、学台语讲法，啊，看你若会晓算迄分数，愈来愈悬，上尾阮就上悬的迄几个拢甲伊请来节目。对，我讲比3万5，咱先让因者，恁转去了吼，就先好落啊，甲download，嘿，练习看卖后抓恁来就是比这个，就透动的啊，嘿，分数就起来啊。啊，download迄落咱的这个 APP 爱开钱无？免费的，在你算。免，所以讲哦，欢迎大家哦，你若你厝练习了吼，感觉成绩袂歹，报名来参加，好啊吼，是好，今日啊，爱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是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老师。